近日有網友指澳門公司辦公室正出現離岸化趨勢，有公司喺橫琴設立分部並聘用內地員工，令到本地文職勞動市場嘅壓力同薪酬現實成為熱議。多位網民分享親身經歷與睇法，反映澳門私營部門文職崗位數量有限，起薪同晉升空間受限，學歷高未必等於高薪乃普遍感受。留言中有唔少人指出，離岸或者外移辦公其實並非新鮮事，但係當下情勢令到本地求職者更加有感。一名自稱30歲非政府機構員工嘅留言者表示，自己喺本地公司朝九晚六，月入大概4萬，但係該公司一名外勞亦都冇，表示仍然有企業以本地人為主嘅運作模式。另有聲音就指出啦，即便係碩士或者博士畢業，亦都難保能夠取得理想嘅薪酬同待遇。碩士畢業呢一句可以慳返比你博士畢業都冇25000等言論，反映出對高學歷回報嘅質疑同無奈。多名留言者分享具體待遇同就業經驗。網友表示，25000薪酬已經好高，乜嘢碩士畢業、博士畢業都難以有25000收入。亦都有人稱碩士回流後工作5年，先至追上英國留學時嘅首年收入。另有碩士嘅表示啦，只係攞1.2萬且需輪班。更加有例子提到醫療或者診所醫生月薪亦都僅大約1.5萬，凸顯部分專業亦都受薪酬壓力嘅影響。部分網民直言25000呢個價錢可以請4個勞工取代你，反映僱主喺成本考量之下，可能傾向以外地或者係低薪人手彌補崗位需求。討論亦都係凸顯本地就業市場嘅結構性問題，崗位供給不足，職位同學歷不匹配，以及僱主更重視能力同埋成本。有人直言澳門識人好過識字，認為人脈喺求職中嘅重要性勝過學歷。並指出，私營企業多數唔需要高學歷，學歷有時反而成為減分項。針對畢業生求職困境，有留言熱議：跳出舒適圈，增值自己，點解唔揾揾自己問題？增值自己，留一餐同埋降低身段，呢5句特級奏言。面對本地求職狀況，網友話應屆畢業生如果想達到月薪25000就十分困難，並且反映公司最近有因揾唔到全職嘅碩士畢業生嚟面試一份時薪70蚊嘅兼職。整體而言討論區反映出澳門就業市場面臨嘅多重挑戰。若果部分公司選擇喺外設置辦公，或者以外地人手分擔職務，將會加劇本地就業壓力。要研究18萬外勞如何逐步退場。低水平嘅內捲式競爭導致多輸結局，因為企業靠壓低人工與成本短期求生，長期卻削弱創新動能，降低產品品質，加劇勞動者困境，消費市場自然購買力下降，最終結果係企業、員工、消費者同整體經濟共同受損，形成難以逆轉嘅惡性循環。